三澳門帶你躍進高速 3G 時代，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。Hello， 歡迎收睇由三澳門特約嘅天氣報告。而家得我 Winnie 同大家講下今日9月2號嘅天氣先啦。今日嘅天氣酷熱，大致天晴，相對濕度介乎35%至77%之間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5度，吹溫和至和緩北至東北風。今日嘅空氣質量指數係介乎17至87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至普通。預測聽日嘅空氣質量指數，路邊監測站同埋高密度住宅區係20至95，空氣質量水平係屬於良好至普通㗎，而一般性監測站係65至85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普通。Bobby 話聽日嘅天氣係酷熱同埋天晴，我哋而家一齊睇下衛星雲圖啊！預料籠罩住中國大陸嘅反氣旋將影響本澳嘅天氣，跟住落嚟我哋睇下未來幾日嘅天氣。預測聽日嘅天氣酷熱，大致天晴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4度，吹溫和至和緩東至東北風。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天氣都係酷熱，大致天晴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4度。而星期日天氣炎熱，大致天晴，隨後雲量逐漸增加，下晝至到夜晚開始會有間中有驟雨，氣溫介乎攝氏27至32度。跟住落嚟我哋睇下中國各大城市嘅天氣啊！北京多雲17至28度，上海有雷暴25至30度，台北有雷暴27至34度，廈門多雲26至32度，而廣州都係多雲26至35度。跟住係亞洲各大城市方面。首爾天晴18至29度，東京有雨23至25度，馬尼拉有雨26至30度，曼谷有雷暴25至32度，新加坡有雷暴24至32度，而雅加達係多雲25至33度。跟住我哋睇下歐美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啦。好啊，今日嘅天氣又報告完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